我在为你们的好，无时无刻的大声西点来到你的家就是在这个时刻为你们好，有说把有你们我们就是到这个今天的教训的就是第六课就是放到有说里面就不再犯罪，就是要西点所传播的教导。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就是我要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犯罪？这是什么原因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问题，就是关于这个耶稣存在都是犯罪都是下地在我说里面就是特别特殊的我说。那就是我传播你那这个教导就是不可以模仿的，因为这个粗掉的罪的话是不可以太随便的，有个法律有个规定的。那你可能问我，你可能说这是为什么不再犯罪？第一件事就是你们这个人类，就是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就是那个一个人类它就是要组成的，就是这个这个三件事如果你们在看那个电视的话，尤其是在那个外国那边了。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图片了。我请你们要认真看一下，为了发荣耀给福耶法和耶无说，你们这个人类就是你们组成的一个肉体和灵魂的这个就是那个地球成图，这个是个地图成图，这就是你们的，这是你的肉体就是你然后你们在家里的时候可以记下来了，然后还有那些当翻译可以把这些要翻译出来了。这就是你也在听见我的时候在你里面，在你里头有个生命的和灵魂的，就是这就是灵魂，我们用这个笔来画下，这就是你的灵魂，这就是叫你，它是不能看见的，这是真正的，你就是这个灵魂。我用那个就是这个颜色的这个不应该是个粉色的红色的颜色，这就是你的灵魂。人的灵魂那个当翻译的话就是用的各种的语言来翻译这就是你的灵魂在你里面的跟着这个灵魂的话就是有那个生命的，这就是生命的，生命就是在那个心里，在心打住就是在心里就是生命组成一个人，就是这个如果我们把这个记下来的话，第一件事就是教你人类，教你活着教肉体，就是肉体，就是你这个就是个肉体我们再重复说一遍了，这就是肉体。这个颜色的就是肉体，就是你的肉体第二个就是要教你组成的话，你的灵魂的这个是比较大，非常巨大的。这个灵魂是来自上帝那里跟这个灵魂的话，我们就把它叫做是第三个，就是生命的，这个不会分开的。这个上间就是要构成一个人的构成的一个。我要把经文给你们的，就是肉体，还有生命的，还有灵魂的。我先把那个关于这个我刚才说的，说给你们那个教导，就是出埃及记创世纪。创世纪第2章，创世纪说到第几节，可能有人在说是这个是怎么有真的，因为没有创造没有力量的，没有权利的，就是能抗拒我的父的话，
没有，在第一世界上是没有，那就是那在你们当中谁能抗拒他的话，都是要听众的敷衍，然后我的要胡说，所以你们不知道。等实习下来的时候就教你们要明白真理，就是教你们要到有是身边，因为他是真正的上帝，他是真正的上帝来救我们的，因为他真正的钉在十字架上，要想个办法证据呢。那个其他的假上帝就是他来这里就是有了。要想变的，我想你们就是要抗拒这个真理。我想问你个问题，但是说这个上帝的儿子，为什么来这个地上？假如说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他为什么来这里？因为他来这里而来的就是为了在你的离婚的问题，这个情况是蘑菇是非常讨厌的，所以蘑菇想造反了，只有自己创造自己的教导，然后他们在那个圣经上面就可以把那个名字改成了耶稣你可能说那个你们的圣经没什么力量的，他有自己的原因的，因为我早就跟你们讲了，假如说以色列的本来就是有一个这个问题这个没什么问题的话，这个名字就不会被改掉了，因为证据就在哪里？因为人类一犯罪的时候就不叫上帝就不叫他们再提高他的名字。为了这个原因的，不是上帝没有力量的，他有真正的力量，但是他一旦愤怒的时候，他就离开，他就是你在低落的时候，他想回到你的身边的时候你要接受你要接受与他同在，因为他已经来拯救你了，所以你要得想个办法要到他身边。如果你不要过来的话，就是你要下地就是你今天那些非常骄傲的话，就是你要折磨，要哭泣，因为那个证据都到你那里可是你不理的话创世纪第2章第7节，亚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就是那个尘土就是你的肉体将生气的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为灵的活人的。这个就是他这个生气，这个靠的气就是那个生命的，那就是你的灵魂。我们再讲下去，就是关于这个教导的话，就是在右部34章第14节。我讲到一下，你们就是可以关注那个直播的节目法语的直播或者是英语的普通话你们都可以可以收听的，可以收看的我们将来就是我们那个164就是这个就是你在家的时候就可以说到这个164因为现在已经说过了，这个就是那个安排踏入专心的危机这个不过我们在打那个是在读15节我们把全书都打开了。倘若专心的危机，降临的合计受归季节，这就是说的就是人，就是富也法把降临的合计受归季节，就是这个就表示他就是在把出门一口气的时候，就是生命的和灵的这口气就是生灵的，还有灵魂的，还有生命的。他降临的合计受归季节，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世人的必能归尘土。
就这样，就上帝把这个把这个血气的话就比这个就上帝把这个血气拿掉的话，就是那个一同，他们就比一同死亡。这个一口气的话，就是那个生命的和灵魂的，就是他出一口气的时候，就是叫做生灵的和灵魂的。那这个就是叫做是把那个人的灵魂的要去拿掉。那这个就是就是那个灵魂是要去哪里啊？就是在那个上帝所要归还上帝那里传道书第那就是成都就归成都人归地，灵人的归赐灵人的神。我这边就是要在教导你，就是你在那个创造你的时候那就是我说的大神西家他来的目的是他来的不是为了拯救你这个肉体，因为这个是归程度的话，因为他就是来拯救你的灵魂的话，因为我这边就是没有画那个这边画一个黄色的话，就是我来的就是为了拯救他，因为这个是肉体就是要归还成多，所以不需要这个，我要的就是这个你们的灵魂的，现在已经下令的给那些要灵魂的回到我们哪里。这个就是我说，就是你们就得等待谁来拯救我们，要上天上哪里？时候已经到了，所以你们要赶快，现在给你们下令，所有的灵魂的要放回到我们这边的。就是你们的灵魂在等待我在这里，就是你们的主所差遣的，他的名字叫耶和华，他就是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你们来自在哪里，那里就是哪里的创造我。因为你们死的就是你们的巴不得呀，就是你们的人类的灵魂的谁家来的，就是要叫你们要放回到你们的拯救的日子，你们的也无所同在，因为你们的哭泣也无所没有听，也无所能听见了，所以他就差遣西家，我们都要回来吧，因为你们当快乐，你们的拯救的日子到了，要听到教导。并且要教你们的朋友想要拯救的话，因为拯救灵魂的是到了，不是要拯救你们的肉体，乃是拯救你们的灵魂，你们的要与谁家同在吧？你们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就是你们这个灵魂的，就是那个在人类的灵魂可去被这个肉体控制。我再加一个图片，就是那个肉体在控制这个灵魂的，因为这个灵魂是在人的里面的，这就是那个肉体，灵魂的就是被关起来在人的肉体那这个过程的就是在他的灵魂就是在他里面的。就在里面的是非常折磨这个人的灵魂的，是在里面，在他里面的非常折磨。那这个就是要求我想要拯救，就是说我要想拯救就是你这个灵魂所说的，因为不是这个肉体因为这个肉体要归还程度因为我们来对下这个，因为这个肉体的后果是。因为这个是不，所以上帝不会拯救这个里面的肉体。我给你们讲那个宗教领袖所做的，他们真的不可以对上帝的面前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加拉太第5章
第19节，我们一起读。尤其是你们在那个外国你们不是在那么远的，现在已经在你们我们一起的，我们去哪里？我们哪里吧？这就是实话，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来自我们哪里。你们所有的呼叫，为了这个是而来的，就是你们说我们需要拯救，我们来这个是巴不得呀，因为。有业务说多亏业务说非常爱你们的，他就用程度要找你们的，就是像业务说相信的，然后他把领的赐给我们你们的，这个离婚到这个地球的时候，都是为了你们的罗地所做的所谓，就是把你们的里面的离婚死掉灭掉了，把这个离婚的下地狱了，都是为了罗地的运存的。那就是这个罗地的运存，你要把它翻开，为了拯救你们的，我所做的拯救，就是要把这个你们的罗地要去掉了。那这个就是西家所做的，我说把这个罗地的力量灭绝了，通过我说的力量，因为这个都是我所做的事情。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为什么在我说里面的里面的人都不在放逐呀？我从开头要给你解释，我就是教你，我原来那个章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这边要呼叫，来自父亲也要把那个要说西家来了，为了拯救你们。为了拯救你而来的，西家就是要把这个坚持的话，就是西家。请你们要认真听这个经文，就是在那个加拉太书第5章19节这就是那个情欲的事，因为这个就是要成都悔婚成都。网络有点慢的，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的监狱，进入监狱的误会的邪荡的，这是你们罗地所作所为的，就是入监的，每天都要去找一个女人的或者找个男人的，为了做这个经营的，不断做一个经营的，你这个罗地啊。你这个罗地都要不断的做误会的，所以你们这个罗地就是要教你们邪荡的话，要误会的话，拜偶像的，就是在那个第20节，你要去那个拜偶像的，你想要得到祝福的话，就要拜偶像，拜假上帝。这里耶稣，我告诉你，耶稣是假上帝啊。这个教我们好笑，让我们好笑啊！就是这个这个耶稣跟那些偶像的，他们都在合作。还有那个就是尤其是那个宗教律师，就是在耶稣里面的都去那个拜偶像那里，他们去那边要力量的，他们都是要那边的力量，为了骗你们的，你们是犯罪呀，所以他们的话就是在你们的因为他们都是要听魔鬼的话，你们也听魔鬼的话，但是在巫术里面不会这样的，因为在巫术里面是要拆毁掉我的10条件，就是要在巫术所有的工作拜偶像、邪术、仇恨的、争竞的、记恨的、恼怒、结党的、纷争。就是那个纷争的话，就是你们在耶稣里面，在耶稣中间的，你们都是在耶稣所以你们都在纷争的，就是我给你们说过了，就是在亚乌说就是西家所传播的，就是不准说是条件，就是西家教导这个教训。就是你报道的时候，就是你知道这个是就是西家所有的传播的。我从1995年的就开始传播这个教导，
可是你们这世界现在曾能听到啊，我请你们要认真听，在马达加斯加的这国家都知道这件事啊。我现在在马达加斯加传播这个教训，因为上帝安排我住在这里，所以你们的拯救都要来了，就是把我想的邪术、仇恨的、真正的、记恨的、恼怒、结党的、纷争的。你们在书里面都是在纷争的，在无说里面就是在西点书传播的教导，就说没有啊，嫉妒的、醉酒啊、谎言的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看见了，这个我弟兄不能承受神的国吗？可却你们都是为了这个肉体都要祝福啊，想要祝福啊，因为都是你们所传播都是要想要上帝要分开呀，你们要祷告的时候，就是要为了这个肉体，不是为了你的离婚，你们去工作的时候要赚钱的，这个还不够吗？这就是人类所做的所谓啊，所以今天劝你啊，你们所做的已经过了，赶快拯救你的离婚。今天对你讲，就是要无说的亲弟弟，赶快拯救你的灵吧。你为什么不拯救你的灵？我们继续讲下去吧。因为这个我的就是教你到迷惑那里啊。就是你要叫他开心嘛，叫他快乐啊，就是你叫他，你要下地狱啊，你不要承受神的国嘛，不要上去听圣殿的人脸，要认真听西家的话，这就是表示爱，真的是爱，因为这个我弟就要把你灭绝了。要叫上帝愤怒，叫与上帝分开。那真正的上帝就是要把这个肉体和离婚的要分开，他要割开，这就是他把你的肉体去掉了，这就是真正的要我说能够拯救，就是他钉在十字架上。他能够把你这个肉体和你的离婚分开，按照刚才给你们那个图片，因为要我说来的时候，就他能够把这个去掉。因为这个一起在一块的话，就不可以必须要分开，这是要我所做的。你们都可以现在就准备你们的问题的话，就是在这个教导结束了过后在格勒格罗西书第二章第11节，我们就是到就格罗西书第2章，应该是第11到10。你们在他里面的也说不是人的受所信的隔离，乃是要我说是你们脱去肉体的情欲的隔离，就是说告着，是被说告着。英语就是被说告着，就是说上帝脱去隔离，就是新隔离啊，与世人的所说的隔离啊，乃是要我说是你们的脱去肉体的情欲的隔离，在这里就是为了要我说钉在十字架上的，就是把这个肉体和离婚的要分开。我们再画下这个图片，我们想把这个抹掉了就这样。就是我们要重新的画下我们刚才画的这个人类，就是这个颜色的，就是你
啊，然后这就是你的裸体这就是这个裸体就是你这个就是你然后我们在这边再画一个，这就是你的灵魂这个就要与它要分开。这就是在那个在人的里面，但是已经分开了。这个就是就是一个人的，就是要照亮的，再也无说的，倒也无说的说，就把他的肉体和灵魂的分开。这个是按照那个上帝的话，这个是为什么要分开呀？我们再读一下那个上帝的道，在第12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你们再读一遍，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就是在那个你受洗的时候，就是上帝把你这个肉体和灵魂的要分开，就是你这个肉体要灭绝的灵魂，还有这个灵魂的它是赢不了这个肉体的话呢，它是在那个肉体的住在肉体的里面。那为了这件事，就是西家要叫你们拯救的日子来了。就是父耶和华和耶和华就是他们夫妻俩的计划，你们别再不会呀，因为要认真定西点的话，就是耶和华说摘来的来这里，要来拯救你们，要把你们分回到耶和华这边，你们要接受要回到耶和华这边，这就是呼叫，就按照你们所说的话，我们没有做什么坏事，都是这个肉体，就我们都被灭绝了。那证据的你们都知道，就是要把你们的肉体和你们的灵魂要分开，然后你们就要将你们单独要行走，与耶和华同在，这就是你们的拯救，进到耶和华这边。那就是这个人在受过洗礼的时候，他就是他肉体和灵魂就分开。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边要写下，就是你这个熟悉就与耶和华一同埋葬，一同死了。我们再画下那个是自家。我们把这个就是要我说的是自家，我们应该是用什么颜色的？应该是这个蓝色的，就是要我说的是自家。这个就是要胡说的十字架。这个为了这个十字架的话，这个就在那个在给你设立的时候，我们都把这个关于这个都是把那个经文的你们想记下来。就是你在受洗的时候，就把你的肉体和灵魂要分开隔开。为了这个，就是在那个上帝在罗马，上帝就通过这个罗马书就说过了，就是他说你们不是在肉体，乃是在属灵，在罗马书第8章第9节。就是你们不属在这个肉体，那是属神灵的。我们读下这个上帝的道，如果是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那是属神灵了。就是他已经变成了神灵的，他跟这个肉体已经分开了，都是为了要我说这个十字架上的。那就是这个肉体在控制不了他的灵魂，都是那个灵魂的有控制他的肉体。我们再回到那个在那个图片上面，这个演示的就是你的灵魂的要从这个肉体出来了，那就是剩下的就是灵魂，就是这就是你灵魂的肉体是被死掉了我们刚才画这个肉体什么颜色的，就是这个颜色的，它就是死掉了，不到地下。
扑到地上，但是被死掉了。剩下的就是灵魂的正在那里。这个我们都是为这个灵魂是都要鼓掌，因为他是要剩下的是灵魂的，他是正在这里。因为他说那个我都是怎么死掉了，上帝都说他已经死掉了，因为这个就不再控制，他不再控制啊。他是以前是控制这个灵魂的，但是你在无说里面一说过戏的话，就是这个灵魂的控制它。那我们这边要写下来，把这个字写下来，就是灵魂，就是这个人的灵魂控制它。我们的话把这个小一点了，那就是他一说到这个他得到自由的，得到这个要付各段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擦一下，因为这个图片有点就这样，因为这个已经分开了之后，这就是那个灵魂，这个是那个灵魂，它跟那个肉体已经分开了。它一分开的时候，就是上帝说上帝就说你是不属肉体，乃是属生灵的。那他所要的都是要上帝的道，就是要无说的道，这就是他的食物。那为了这个要无说，就是说我所赐给你们的就是灵和上，我们来读下这个上帝的道，就是人已经跟这个肉体已经分开的话，他的食物就是要无说的道，就是在要无说里面有个人说起的话，他就是要无说的道。他都是要无说的道，都是要发生这种的情况。假如说你听到我的话的时候，你必须找我，因为你的灵魂想有证据的话，他想上去点上点了，你就能巴不得马上见识点，见识点。我刚才说什么来着？约翰的，我刚才说就是约翰第六章是63节。我说给你们的话都是都是你们的话，就是灵的，就是生命的。人家要无说的，就是为了给生命的。在那个保罗是读的时候，他说你们都是按照那个离婚的。我们都必须要查看这个经文的。你编那个上帝的时候，你那个肉体已经被洗掉了，你不再说这个肉体的话，上帝都说是他说这个叫人活着乃是灵叫人活着乃是灵的就是这个肉体是不能做什么，因为你都是为了你这个财产。都是刚最骄傲，因为你这个飞机你这个漂亮的车或者你有自己说穿的话，这个不能得罪你，能得罪你就是这个教导就是也属于要无说，那就是他今天就是洗掉就是要无说所说的话，就是灵还有生命的。这就是对你的灵非常合适的，就是要无说的道是对你非常非常合适的。那从这个开始就是要找哪里有这个教导能拯救我的灵的话，但是有些人他是属于这个肉体的话，他就不理这个。大致掉两档的话，那些家对你们说，我们都要去得救因为这个都是魔鬼，为了都是魔鬼有好处你要的话，你要用什么样的完全的办法要拯救你的灵魂。
啊，请张嘴的灵魂吧。所以啊，在加拉太书第3章应该是第16节，就是我们必须按照那个加拉太书第16在哪？又错了。我用这个圣经来照一下呢，因为有点习惯了。不对呀，是加拉太书第5章，就是你在听的时候，就是我对你非常不好意思，因为我都是用那个手机的用的，所以我要查那个圣经的时候才能查得到。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的儿行的，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那也我说的都就是灵的和生命的，那这边就是说你要顺着圣灵的儿行的，就是按照那个呀我说的话，你们就不可以在不放纵的肉体的情欲了。那这个在那个熟悉的时候有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因为这个肉体控制不了灵魂的回答，就是因为回答答案就是这样的，在你熟悉的时候就可以接受上灵的，上灵就是恩典的上灵的，在巴拉克里多就是要听你说话的时候这个上灵就是来自亚乌说那里。我们来查一下，就是你在熟悉的时候就说到上灵，这个上灵的话就引导你不再犯罪你在犯罪的话，那你所说的灵的就不是上灵的，那是魔鬼的灵叫你犯罪因为叫你犯罪这个是没有什么感情的话，都是实在因为这个就是拯救的计划，要拯救人的，所以不魔鬼别让魔鬼在控制你在住在你里面的。哥林多前书第12章。我们就是那个有一个人熟悉的时候，就是发生这件事就是你们都是在一个灵熟悉不光是我们都因何为义的上灵的，就是在那个就是你在熟悉的时候熟悉的时候就是要引导你到真知的，就是来真理，这个就是来自的呀。我说这个引导你到真理，我们再读下这个上帝的道，为了荣耀归父亲呀方。就是这个灵魂的所赐给所有的人的，我再强调一下，就是你在熟悉的给你他受过洗的时候，这个上灵的就这个上灵的要引导他到真理不是原理说约翰福音第16章30节13节，约翰福音第16章13节到17节，我们一起读吧。只当真理的上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就是肉体和灵魂的被割开的时候，你就变成了肉体。然后要无法主大发上灵的，要引导你明白真理。所以我们要认真听了我说的话，因为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那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这就是那个约翰福音吧，就是为了是教你们的灵魂的快乐，因为这个就是真正的拯救啊。当保惠师就是福音路的民所差来的上灵，他